好，咁一起步嘅時候咧，慢咗嗰匹係輕取勝喎，出得快啲喺外檔嘅阿倫克爾啦，同埋進步道㗎。咁啊中間就長堤碼頭啦，內檔嗰邊黃金旅途都快，咁啊再跟住個馬咧，先見到咧，仲有咧就浩迪都喺比較前嘅位置㗎。跟住佢哋剔糖小貓唔太後嘅啫，內檔嗰邊有點數王啦，然之後先係高快企啊！哇，精緻之道都幾後喎，尾3嘅啫，尾就海動奇景啊！包尾嗰匹咧就起步慢咗嘅輕取勝啦。好啦，跑咗400米到啦，阿倫克爾暫時就放咗出嚟先嘅，跟住佢就進步道嚟嘅，守喺第3位內檔上到嚟就黃金旅途啦，捉翻住喺第4就長堤碼頭，咁啊跟住嘅馬浩迪啦、剔糖小貓啦，然之後就點數王噃，跟住啦高快企喺第8位嘅，再跟住嘅馬先見到咧仲有海動奇景啦，拍住佢嘅大門嘅精緻之道留到尾二㗎，包緊尾咧仲係輕取勝㗎。好啦，開始入彎嘅時候啦，前邊咧阿倫克爾咧暫時帶咗個幾馬位出嚟嘅，守喺2、3位就一對同彩衣嘅馬，紅帽嗰匹咧就進步道啊，內檔攝咗上嚟就黃金旅途嘅，哇喺呢長堤碼頭搞出去3碟喎，仲有啲側地嘅個頭啊，再跟住個馬咧仲有浩迪啦、剔糖小貓仔外檔上咗啲㗎啦，然之後內檔咧仲有點數王啦，中間就高快企啊，精緻之道暫時喺尾3，輕取勝就尾2，包咗落尾變咗海動奇景，頭尾馬距離唔係太遠啫，即個銀都係7個馬位到，一路轉緊彎啦，向住就直路進發㗎啦，阿倫克爾啊仲帶緊頭嘅，長堤碼頭上嚟拍下佢先啦，俾啲壓力佢啊，出邊上到嚟哇，剔糖小貓有啲細喎，中間嗰隊都開始騎啦，進步道啦、黃金旅途啦、精緻之道亦都湧咗上嚟，走出外檔嘅輕取勝啦，然之後咧出埋去外檔咧仲有海動奇景，走內檔搏位咧就點數王高快企嘅，入地就直路嘅時候啦，咁前邊仲有阿倫克爾少少優勢啦，但係長堤碼頭都準備過佢，精緻之道都現身啦，走內檔上咧就進步道啦，然之後上嚟啊剔糖小貓啊，最後300米嘅時候啦，前面精緻之道咧開始騎落去，剔糖小貓一路黐住佢，中間上緊嚟嘅馬咧長堤碼頭內檔係進步道嘅，咁前面精緻之道咧有1個馬位優勢到啦，睇嚟要爭2、3、4名啦，進步道啊剔糖小貓同埋長堤碼頭爭，前面精緻之道走翻上年條路贏埋冠軍錦標啊，第2名進步道先啊，第3名嘅剔糖小貓，第4名嘅長堤碼頭㗎。唔需要擔心啦，同舊年嘅路係一模一樣。咁啊呢場咧，比郭士頓贏得輕鬆啲添。好啦，哇！進步道搶到個第2喎，真係靠個鋭啊！好嘢啊！咁啊，剔糖小貓同埋長堤碼頭就爭3。好似剔糖小貓先啲啊，先啲啊！咁咪對手係自己嘅啫，級數啦，對手係自己嘅啫。如果你話進步道攞第2嘅，咁其他嗰啲都唔會係佢對手。唉，輕取勝諗住會唔會牙個好度起唔到慢咗。咁啊諗住長堤碼頭有個好位嘅，點知沿途3碟。有。